咸水港哦，会当讲是有一个好地理，交通嘛是足利便的，所以才有遐济高商踮伫咧遮咧做生意。可比讲哦，有柑胶、米胶、布胶、水胶、糖胶，拢是因为遮是一个商业徛起的好地头。这间八角楼是伫咧西元1847年，糖胶的生意人叶开宏，甲伊4个后生所起的。嘛是因哦，迄阵做糖业生意的办公室，位仔是起甲气派，阁好看，所以这间八角楼伫咧岛风内海这搭是足出名的哦。甚至哦，连日本亲王来到台湾的时阵，嘛学落到村。咸水唯一的2层楼，2层楼啊，这间尔。你讲同早的时阵，唯一一间2层楼，敢若一间？伊的子孙啊，甲我讲，因为较早无手机啊，毋知伊的孙啊有对大陆转来啊未？伊住楼顶就当看到伊的孙啊。哦，看到港口。港口，所以伊对遮去看到西边的港口去，就当一清二楚。伊趁真侪钱，伊甲糖，甲台湾的糖运过大陆，运过日本。转来甲大陆的建筑材料也好，就个布匹也好，拢运倒来这个所在。其他3个港嘛有遮侪高项嘛，还是讲干那伫咧咸水遮有尔？咱知影吼，岛风内海的船啊，出入港对布袋港。布袋港这内底是咸水港。是。嘿，要入去到麻豆港的时，因为河道愈来愈小。所以全部，全部的贸易公司拢设在这个港口内底，所以这个城市就是做个做生意的所在。咸水港是一个商业徛起的地头，这好野人所起的厝呢，自然就比别个庄头搁较大班。伫咧港边的桥南老街，伫咧清朝时代吼，就是上北南下一条重要的路。你看。甚至哦，200档经过啊，咱看遮的街啊，其实哦，拢还阁有法度去采商当时咸水港车营的状况。这是街屋做生意的，对后壁入会头前出过。你讲较早遮就是商业区嘛？商业区。老师你感觉桥南老街对咸水这个小镇较早的重要性是啥？因为咸水搭一个桥，叫兴隆桥。这条老街就是对台南市接出来的古道，就是对台南经过善化、经过新市、经过麻豆来到咱漳是一个古干道啦。太子宫铁线桥太子宫来到这个所在，毋是这个所在就结束。过破厝。会当继续落去，鹿港就是一条台湾用行的步道就对，所以这条老街真重要。会当讲是第一条痛快线啦，所以咸水有一个油膏吼，就是卖石油的。是。迄个时代就是讲日本时代，台湾迄阵4间石油公司会当加油的所在，咸水一间。咱桥南老街的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个位置是咧港口边啊，一上花就会当来到遮嘛。这条步道会当连落对台南的新农街嘛是港口边一条步道会当甲一寡农产品会当用路上的那个牛车还是讲人力啊？对。桥南老街的重要性就是安尼。